我们再把场景拉回来到俄罗斯。刚才大家欣赏完了他们第一段的表演，一定有深刻的印象，鸭子以及拍打舞。接着下来第二段的表演呢，更是精彩了，借由他们的爱慕者诠释当地幽默的舞蹈小品。花心男舞者同时爱上了2个女舞者，久久没有办法做出抉择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反而是落得一场空。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爱慕者。当然呢，第二段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二段呢，他们的曲目呢相当的具有乡村风，是村外。等一下再介绍给大家。欢迎爱慕者。